镜头刷到中台湾，咱来去探访鹿港老街。较早计若到过年过节，鼓吹锣鼓天通伫街头巷尾，一家一户到门口前闹听是安尼闹热滚滚。北管乐团伫传统的鹿港老街已经消失半世纪遮尔久了。在地有一群少年人，转去到故乡了后，看到老街冷冷清清，看到长辈苍凉的眼神，因开始家己学分鼓吹讲锣鼓，设立着北管乐团。这个团员当中有大学生，有工地主任，阁有西洋乐团的春秋喇叭手。年会上细团员只有6岁。这支遮特别的北管乐团，敢真正会当来复兴着传统的文化？因的出现，阁是毋是会当为家乡带来改变甲新气象？是毋是会当找回土地失传的经历？来看因的故事。我就想要去做一个文艺复兴，把这种鹿港的这种较早失去的这种传统的声音，甲找回来。全体人员拜，再拜，3拜。有影今仔欢喜吼，要来报咱新社歌啦！希望讲你咱保庇吼。到离采访小组来到鹿港巷仔底庙时，这群少年人烧香向神明报庇，欢喜来了。阮也将椅头围起来，离庙口上路边，开始每礼拜一届的团练。我是新社歌的鼓车哦，我是学做王吉他啦。背景呢，这研究所毕业了，即马来伫家己咧食头路啊。本身较早这学西洋的乐器咧，分大滴的，即马咧分鼓车安尼。我是少汉，我伫大学未毕业的时阵，就开始来组织这个新社歌。咧组织新社歌的时阵吼，讲一个足艰苦的过程。这过程吼，是因为有咱这博人来甲咱斗相听。大家好哈，我是博人哈。这人手无够，我想讲无我嘛用，无嘛来参加。内底乐器经，敢若落较简单，结果我就经了。好运的经了袂时间的。团练的时阵笑闹声不断，大家招做伙，唔但学鼓乐，练合作度，嘛练出好感情。你3岁的时阵哦，就会认你几落来所有的歌啊。这只哦，会学做阿家。这阵平均年龄无到30岁的北管团员，都像电影《海角7号》乐团的成员，背景10岁50色，有大学生，有工地主任，年纪上细只有6岁。他我儿子他因为他有兴趣那我们一起顺便介绍一下，名字叫做温文凯，他是看感觉去敲，他也看不懂谱什么的，就是节奏他感觉到了，他就跟着敲起来了。温文凯小小的年纪，提起响纸，每一个节奏拍点精准。团练的时阵，伊的项目培训，还阁偷看学长安怎拍。我学长，所以要看学长多大这样子。会很难吗？我也还在有点即兴发挥。他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可能80%没有听懂。因为他们在喝酒嘛。对啊。被说服了。小杨那时候很认真在解释，就是北管是什么，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演啊什么的。但我就是有点有听没有懂，是因为我朋友说要来，然后我就半不情愿的被抓来庙口这样子。他起台认识是为着这个社区的那个道路拓宽计划。迄阵大家用啊，用的时阵就是讲，就无聊，原来约水讲无，无聊无来慢跑啦。大家佫毋是讲足够运动啊，用走规日去跳庙，就是小人的公园进前就是有咧做一寡庙口的一寡文艺复兴的一寡活动。其中最想要做就是北管的这块。我迄阵嘛拄对音乐有兴趣，佫拄迄阵佫拄伫中华咧学鼓车，讲无来试看嘛会好啦。北管是啥？北管要安怎来奔走？所有的人无接触过，因为北港乐团伫鹿港已经消失至少50档，但是靠着 Google 大师，因找到老师。哦，原来是安尼哦。公牛有香刘大大。你看伊无大大。看到手机啊，家己学，找来传统的钢丝谱，认真去买步，家己用毛笔，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标落来，就安尼
长练半世纪这么久的北管乐，互因一点一滴找回来。刷落来，因继续向前行，加州街头要甲过年过节鹿港的传统精神找回来。等时时一到，全家集合，按厝内时代开始轮流跪拜。讲到拜天公呢，阮捌听老一辈咧讲，因过初九的暗时，鹿港总是有一旁咧分北管的，会识过去人家闹听。这款闹热而且庄严的古乐，伫这10几年以来，竟然渐渐消失去。2年前消失的声音，再度伫鹿港街头响起，带回尊天敬神的传统文化，嘛勾起老一辈囡仔时代的回忆。以前目前嘛有一团啦，老一辈的，现在都过世了。55年捌看到。 67岁杨景明坐伫庙口，看到这群少年人，敢若看到囡仔时代的青春岁月。正时期的时阵，100-200人，一间桥出门就是100外个在后壁安尼。啊，毋过随着这时代安尼豆思维吼改变，即摆阮的时岁，阮就看，看街庙口除了是小凯尔，较早是小凯是安尼规旁的小凯，毋是干那一个小凯尔，嘿啊。啊，就是变做讲，伊即摆庙口的即个一寡文化吼，啊嘛随着讲。 这因为咱即摆外口看足侪，就是足负面的描绘部分的，较有负面的讯息的讯号，这家长嘛无啥介意，互一寡囡仔，还是啥物来参与这。啊，毋过这其实阮遮无共款。头阿家咧讲的，原本遮较早有100外人，到即摆剩一直4为4。我感觉除了社会眼光、舆论就是负面的舆论以外，还有其他不一样的可能性。 我做一款成绩，互恁看到，你才会知讲，阮到底是有偌认真，想要做这件代志，会想尽各种方式，互这个所在变得较好。1、2、3，莫哭气啊，微无。无念话，咱准备哦，要来扮身做伊互恁看。啊，先讲表示阮新社会几年来吼是着越照顾。 这天，因伫庙口做戏，找来同款是复兴传统戏曲的少年人，不止5脚。戏台顶布袋戏搭甲精彩，戏台后嘻嘻哈哈少年家，一个换上认真的表情。小凯坐伫个椅头顶，一个拍将近1点钟。庙口前坐满鹿港的乡亲，外地游客，还有外国人嘛慕名而来。爸爸妈妈抱着囡仔听戏剧。 团员杨小涵的妈妈伫个观众席用实际行动支持囡仔的理想。觉得还蛮不错，说至少儿子能够有跟齐凯他们认识了，然后就慢慢的做出一点成效啊。万事起头难，只要你有心，慢慢去经营它。杨妈妈看到囡仔高中就到庙里参加活动。 看到伊大学毕业总开了后，甲赚的钱摕来丢失新声歌。伫个内心，这群少年人对文化、对地方有一份真歹讲明的热情甲使命感。对于外口人，要感觉讲啊，这个动彩啊，但是阮是表演艺术团体啊，迄种阮要做的代志是这种文化性的物件。我们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参与这项活动，但不一定说在北管这件事情。 因为鹿港有很多就是文化性质也是在地的风景，然后让它发扬光大。因联合在地文创青年做伙办活动，串联台北淡水的北管乐团拼场，应用家己的方式，要甲老祖宗的文化戏曲，互更较侪人喜爱。在新竹那边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看到，很新奇，至少跟我们平常在看的音乐。 我之前靠这个生活了。王基凯伫个伴鼓吹进前，是西洋乐团专业的春秋喇叭手。伫个新城区这款的老传统的乐器，伊嘛想要试看呢，是毋是有可能中西合并，蹦出新的花青？
新声嘛，就是新的声音。这声音可能是按传统开始，但是袂去受到传统的束缚。哎，当徛伫传统的这个基础观念去发展一寡新的物件。我感觉这物件较会当互一寡对八卦唔捌的人会当来接触八卦。大打雷七次，互传统的老声音有新的活力，甚至搁来练就一段像铁狮玉玲珑讲古的本领。阿玲啊，小的时阵呢，用片的就知讲，只要是公的还是母的哦。5号调抓过啦，6号就知影啦配称，7号开始夺过，8号就带。徛伫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决定少年人的目标只有一个，互老祖宗的声音唔通互放袂记哩，互囡仔、少年的老大人拢介意这款的声音，甲大家靠做伙。我感觉线下歌是一个创意无极限的地方。互在地少年仔拢伫遮，作为去做出一款更较无共款的未来团体。我感觉新声歌会当甲咱鹿港的传统发扬光大。新声歌赞。啊 ，OK 了。